你怎么坐在这儿？赶快上床吧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，对孩子也不好。你以后一定会是个好爸爸。只是我不是一个称職的母親。我相信我以後會是個好父親。我也相信你會是一個好母親。我要謝謝你的坦誠。只是聽你說了這麼多，我心裡明白，你是屬於他的。作為一個女人，站在他的立場想，他比我更愛你。我跟你說的那麼多，那都是過去的事情，別再提了。乃夢，你現在需要的是休息。她是你的女兒。別再諷刺我了，她不是我的女兒。我知道，我對你造成了很大的傷害。我會把所有的虧欠都彌補給你，彌補給我們的孩子。我已經想清楚了，我們分手吧。我不可能跟你分手，更何況我們倆現在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不想看到我們的孩子看到這個世界第一眼就是破碎的，我不願意，我相信你也不願意。我已經不是過去的我了，現在在我眼裡只有你。